嚟泰國旅遊一定要嚟曼谷呢座大皇宮啊！佢有243年嘅歷史，面積好似北京故宮1/3咁大。泰國大皇宮首先要睇玉佛寺，你睇佢屋頂尖尖嗰個叫龍首，彎彎曲曲嘅係龍身，凸起嘅係龍鱗啊！最後仲有鳳尾，裏邊供奉嘅就係泰國第一大國寶，完整一塊玉雕刻嘅玉佛像。泰國國王每年要幫佢換3套用黃金打造嘅衫，一年有穿的3套袈裟，這套2季啦，11月、12月、1月、2月，這套夏季的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，是這套就雨季啦，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。喺佢隔離起稜起角嘅就係藏經閣，有黃金打造嘅經書，而旁邊呢座呢，就係舍利塔，有佛祖釋迦牟尼嘅舍利子。大皇宮呢度有好多中國元素，譬如呢尊關公像，仲有後邊玉佛寺下邊嘅呢啲花鳥魚蟲嘅中國陶瓷嘅裝飾。呢都係300年前啊，通過海上貿易，泰國將大米運到廣東汕頭，而汕頭就將呢啲中國貨物運嚟曼谷。大皇宮呢度有中國嘅財神像手握金元寶，而喺呢度咧仲有清朝嘅官員嘅雕塑，嗱，戴住朝珠紮住辮，佢就係乾隆身邊最有錢嘅人和珅。